先生，电梯正在检修，应该过会儿就好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有点哮喘。慢慢洗。别急，这样会让呼吸流畅一点。再吸一口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了，谢谢你。你也有哮喘吗？小的时候得过，后来长大就没怎么犯了。但是我爸让我常带着，说是怕以防万一。那我还真是要谢谢叔叔。啊，我叫周可可。我叫曲恒。周董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多亏了这位曲先生。周小姐，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周董，他是？周董这个人我认识，新加坡 SK 的，我们以前打过交道。我叫周可可。我叫曲恒。喂，李总，你有曲先生的联系方式吗？好，那发给我一下吧。喂，啊，我是周小姐。对，曲先生，我们这儿刚好有个人有你的联系方式。我刚才看了你的资料，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个 case。周小姐，是这样的，虽然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主持过类似的案例，不过国内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。没关系，我会派人协助你的。不知道曲先生能不能屈尊呢？那好吧，我们这几天找个时间面谈。好。那好吧，结束过来。唉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先来个好消息，振奋一下。好消息是，婷婷现在荣升集团总经理助理。高翔。坏消息是，她今天开始工作，晚上有应酬，所以来不了了。
应酬？应酬？他今天刚入职，怎么就应酬？我也不知道，说是跟他们周总一起去的。周总，男的女的？听口气应该是个男的吧？周志超？怎么了？林宇，你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啊！是2个坏消息。怎么了？这周志超名声都坏到新加坡去了，怎么办呀？说起来，原来我工作的 SK 跟地姐有过合作，我也听说过一些事情。反正这个周志超人好不好？我也听酒吧客人说过，说这个周志超就是个纨绔子弟、色中恶鬼，所以他父亲宁可把公司给他妹妹也不给他。那婷婷岂不是有危险？林宇，你现在给他打电话，问他在哪儿，我们去接他。哦。通了吗？不接。怎么办？不接电话？哎，你知道他的苹果密码吗？知道。手机定位。哦。哎。你快点儿，好没好？稍等一下。这么慢呢？你快点儿。之前有我资料在这儿的。头疼，头疼。婷婷，走，回家了啊！起来。讨厌。回家了。哎，不是我家。就是你家，快走走走走。不是我家。就是这儿。回家。哎，不是这边，这边，快点。我去。定位就在这里，在那边。婷婷，婷婷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王八蛋！哎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好了，哎呀，好了。好啊。怎么的？有本事单枪啊！啊！咱俩前面注意，我真有你大爷！有本事单挑，我给打脸！就看见他在调去找工作，然后我们周六去。接着。周志超，哎，可可，曲恒，你又干什么了？不是怎么叫我干什么呢？周可可，你哥被人打呀！打的就是你，怎么没挨爽是吗？不是有本事你再来啊！就在派出所呢。就是啊，哎，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？有本事你再来啊！出去再给我打呀！闭嘴！曲恒，如果我哥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向你道歉了。道歉？道歉有用吗？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。我想您以强奸未遂罪立案。强奸未遂？这次不是打架斗殴。不是我根本就衣服都没脱，我怎么可能对不对？你再说，我怎么了？我不能说吗？不能说啊！不要再吵了。这里是派出所，事实要怎么样，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。但打架斗殴违反了治安管理法，还是要处理的。
张，等一等。今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。你以为道一句歉，这事儿就没了吗？请问你是？我是程凌云。陈小姐，这我哥呢，他是在国外长大的，行为举止是有些洒脱，但应该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吧？这如果是打架斗殴的话，这我哥也受伤了，欠我们也已经到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如果说没有证据的话，还是不要乱说的比较好。对呀，你们没有证据。怎么没有证据？我就是证据。你，这位小姐，我看你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吧？什么叫没有问题啊？他灌醉我，他要带我去酒店。这陪酒应酬这种事情司空见惯，我看你有点太小题大做了吧？听说你是由我哥越过面试直接定下来的助理，也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打动他的。周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自己行为不检点是吗？哎，这是说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好了，婷婷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如果我们晚到一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就是看他喝多了，给他找个休息的地方。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你也听到了，我哥呢是为了他好。再说了，如果对自己的酒量没有个深浅的话，还是不要出来应酬比较好。这万一引出什么误会，可就不好解释了。对呀，况且他比我还能喝，对不对？你这么能喝，能怪我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今天打你都算轻的，再有下次，我让你躺着处理。走吧，我们走。有本事你别走啊！啊，你回来啊！哎，不是没让你走。明明就是被别人欺负了，还被说成不检点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我看啊，人家说的是有道理的。哎，我说你头上长的脑袋是为了显高的，是不是？要不是我们来得及时，你哭都没地方哭呢。我还不是想着有一个总经理助理的职务吗？谁还不想抓住机会啊？行了，好动动脑子吧。白天就录取你，晚上就带你去应酬，这不明摆着没安好心吗？以后啊，长点心，知道吗？哪还有以后呀？这事要传出去了，还有哪个公司会要我呀？我就不知道去公司上班有什么好的。不如这样，你来我酒吧上班，工资你开个数，只要我付得起就行。就你那个破酒吧，能有什么前途？前途？你告诉我什么是前途？不就都挣点钱给别人看吗？人生苦短，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啊？为了几千块钱给那些资本家卖命，还不如来我酒吧上班呢。考虑考虑啊。今天的事情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没有。你能不能给我长进一点？长进？有你周可可就够了，让我长进干嘛呀？别再给我惹麻烦了！我惹麻烦？周可可，你给我记清楚了，我是你哥。缔结集团董事长的位置是我让给你们的，你给我较什么真儿啊？看来你还知道我是缔结集团的董事长。好，从明天起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休想拿财务的1分钱。周可可，你没这个资格。我是董事长，我就是有这个资格。哎，周可可，周可可，你给我回来！
喂，周董，曲先生在 SK 办的 case 资料我拿到了，现在发给您。许先生，千曲公司真的是求贤若渴，您看。多谢刘总看得起，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办法下决定。明白，像您这样的人才，当然有更多的选择。如果是待遇的问题，还可以细谈。不是，我真的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。好吧，我就不打扰了，许先生，希望我们可以尽快再次见面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喂，曲先生，我是周可可。周小姐，你好。关于加盟缔结的事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方便面谈一下呢？周小姐，谢谢你。不过贵公司周副总的行为，真的让我很疑虑。我想，如果大家有缘分的话，可以做个朋友。我再次为昨天他的行为向你道歉，但是他的个人行为不代表我们缔结的品质。我还是希望能够跟你见面谈谈。就连见一面都不行吗？好吧。那我现在有空，你在哪儿？我马上赶过来。久等了。周小姐，你好，请坐。服务员，周小姐，你看你喝点什么？谢谢。一杯咖啡。曲先生，还是管我叫曲恒吧。曲恒，我想我这次来的目的你也已经很清楚了。我非常感谢周小姐对我的邀请，但是如果是因为上次我帮你，我觉得大可不必。我看你也直接喊我可可吧。上次你救了我，我是真的很感激。但是今天我来请你加入缔结，除了上次的感激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才。缔结是本市首屈一指的大企业，人才济济。周小姐，您太抬举我了。我说了，直接喊我可可就好了。实不相瞒，缔结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case，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你。什么 case？ 你应该知道，鼎丰集团前2天高价拿下了423地块。我们缔结正在谋求与鼎丰的合作，而你在 SK 的资历足够证明你非常擅长在这种合作中制造共赢的局面。难道缔结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吗？曾经有，后来都被你哥气走了。周小姐，你不要误会 ，SK 原来跟缔结有过合作，所以我自然也了解一些情况。曲恒，你放心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周志超他绝对不会在工作上给你造成任何困扰。周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感兴趣。可是，喂，好，我马上回公司。曲恒，我希望你能够再好好的考虑一下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再见。再见。喂，陈丽云，明天我要是再闻到一点点泡面的味道，你就死定了。喂。
我从来没觉得肯德基这么好吃。你慢点吃，不够的话我再给你买。不行不行，不能。啊，恒恒啊，爸爸呢不想干涉你的生活，但是有些事情你自己心里得有数，啊。周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三顾茅庐啊。请坐。我真的无意进地姐工作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来说服你啊。我说可可，你们地姐有那么多人才，为什么非抓住我不放呢？我们可以是朋友，但恕我直言，对于缔结，我只会敬而远之。因为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。和鼎峰的合作只是一个开始，我认为你会给缔结带来改变的。但是我没有意愿。曲恒，就当是我求你呢。周小姐，我想我没有那么重要吧。况且缔结家大势大，想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并不难。说实话，缔结已经不是原来的缔结了。怎么说？由于我的决策失误，缔结在转型上一败涂地，就连在主业地产这一方面，我们已经2年都没有拿到地了。可可，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，你还是不要跟我透露太多比较好。就连听一听也不行吗？其实我没有什么朋友，唯一的一个亲人就是那个飞扬跋扈不成器的哥哥。我一个人要撑起整个公司，真的很累，很辛苦。我父母去世的时候，我才20岁。为了继承缔结，我放弃了我的生活，也放弃了我的爱情。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缔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其实，这也不全是你的责任。不，这就是我的责任。可是，在公司里，
大家都不看好我。高级管理层里离职的离职，跳槽的跳槽，我真的找不到人可以帮我了。对不起，我还是不能答应你。我不会放弃的。缔结是我爸妈的心血，只要为了缔结，我什么都肯做。许恒，我知道我们相交不深，可我还是想请求你加盟缔结，就当是帮一个朋友，好吗？2个条件。好，没问题，你说。第一，周志超不能干涉我的工作。好。第二，给我配一个助手。毕竟国内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。可以。李总怎么样？他曾经跟你在 SK 的业务上有过合作，你觉得呢？可以。许恒，我代表缔结欢迎你。希望你尽快入职。没问题，今天就可以。2位慢用。我说可可很少约我出来的，有什么事吗？原来在一泽哥哥眼里，我是一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。其实是关于地块423的事情。这件事儿你该去找建宇啊。可是他最后还是会找你商量。但是我给不了你要的答案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先把我们的条件开出来，4成的价格，3成的股份，这是我们缔结的诚意。这是你确定？我非常确定。这并不像你的作风，也不像是我爸的作风。难道你们缔结请来了一位高人？如果我们能够合作的话，这个人会负责这个项目。我想你们很快就会见面的。如果你们考虑好的话，可以直接找他。不过这第2条，我觉得需要改进一下。周总，周总，谈得怎么样？谈成了吗？应该吧。这次多亏了曲恒的意见，用4成的成本认购3成的股份。4成换3成，这……其实我们大家都低估了423的价值。表面上看来，我们是吃亏了，可是要比什么都没有要强的很多。而且顶峰的预期并非保险，多一个人承担，他们何乐而不为？是啊。要不是曲总你的分析，我们还真猜不透费泽打的算盘。我想他们肯定会答应的。那接下来比较辛苦你们了。辛苦倒没什么，只不过，李总，我刚进缔结，有些事情还需要你多跟进跟协助。绝对没问题。周可可，我听说缔结要用4成成本买3成423股份，是不是？叫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开出的条件。你脑子抽了是吧？你这样去帮顶峰他们的人，我不同意。这是公司的决定，你无权干涉。我也是缔结的继承人，顶峰是缔结的敌人，傅一泽和司建宇也是我周志超的敌人。你这样帮他们，我不同意。缔结没有土地储备，目前危机已经出现。这次跟顶峰合作，可以帮缔结度过这次危机。
曲恒，你算哪根葱啊？老子跟你的账还没算完呢！够了，周志超，曲恒是缔结的项目副总，也是天都世纪城的项目负责人，请你以后注意你自己的言行举止，还有你的措辞。好，好，你是董事长，你厉害啊！行，你说了算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曲恒跟林云一起迟到啊？堵车吧？哎，甜甜，你就知足吧。你看凌云，难得不加班，还得挤晚高峰。少给自己脸上贴金啊！凌云干好了，以后升职加薪就能买房子。哎，那我也可以给你升职啊！真的？当个老板娘怎么样？滚！开个玩笑嘛。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。你终于来了。哎，曲恒呢？哎，这不来了吗？快快快，就等你了。曲恒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干杯！干杯！谢谢你们来参加酒吧4周年的店庆。哎，对了，曲恒，你找到工作没啊？哎，曲恒，要我说你也去顶峰嘛，正好让咱们云姐给你推荐推荐。哎呀，推荐什么呀？行了，今天咱们不谈工作。曲恒说的对，香叔你就别瞎凑热闹了。是啊，今天除了庆祝，什么都不要谈。那我找到工作了，是不是更应该干一杯啊？哎呀，拉倒吧你！你那个工作那么辛苦，跟卖命有什么区别呀？还庆祝？我就喜欢卖命，怎么着？那你以后碰到钉子可别找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他你幸福吗？你还找我呀？那个干嘛？走啊！副总，我们真的要见他们老总吗？那个，我之前跟他们老总有些冲突，我能不能不去啊？冲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可是什么？请你专业一点，我们是来工作的。再说了，你只是个人肉背景，站在我的身后，一句台阶都没有，请你安分一点。我是鼎凤副总，一会儿跟你们曲总见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喂，曲总，鼎峰的副总到了。好的。抱歉久等了，曲总在楼上办公室等您，这是电梯卡。请进。曲总、副总他们来了。副总你好，我是曲恒。你好，傅一子。啊，替你介绍。曲恒，凌云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叫我怎么来了？我倒是想问你，你什么时候变成了缔结集团的曲总了？你忘了周志超是怎么对婷婷的吗？凌云，你听我说。我连进这个公司我都犹豫了老半天，你倒好，居然在这种人手下工作。我不是在给周志超工作。你才够了！你是以这种态度代表我们鼎峰集团来谈事儿是吗？啊？道歉。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呀？副总，不用，不道歉是吧？出去。你出去。副总什么意思？你调查过我？好，曲总你严重了。我们这个项目，陈凌云他是我的法务特助，我把他带过来也是很正常，是吧？只是我没想到你们居然是认识，有点觉得挺惊讶的。对不起，副总，是我多心了。我和凌云他有些误会，所以刚才没必要向我解释。
要是你今天不方便谈的话，没事，我还可以改天的。哎，合适。副总请。好。哎呀，程凌云啊，程凌云，你怎么又冲动了？刚刚傅一泽不是说了要职业一点吗？不行，我刚刚被傅一泽赶出来，现在又要回去，还要给曲恒道歉，谁知道那个傅一泽又要怎么损我呢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不能走，要是走了，我就彻底犯错了。哎呦，算了。什么？你希望我们提前注资？没错，我是希望你能提前注资到我们天舟项目里头。难道是顶峰的资金出现了问题？并不是我们资金出现了什么问题，而是我们双方合作真的出现了问题了。哎，副总，请等一下。不会是这么快你就可以答应我吧？是关于凌云的，请您多担待。是我没告诉他我来地界上班的事情，错在我。啊，不必担心，我们有自己的员工条例。这下糟了。副总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不对，我检讨。副总。想骂就骂吧，骂什么？比如我不专业、工作态度不好什么的，你不就是喜欢这么教训人的吗？你干嘛？除非是变态，要不然不会有事没事的走去骂人。我是看好你。你看好我？我没听错吧？要是你连一点点自信都没有的话，你该考虑一下辞职。我是很奇怪，我奇怪你眼光怎么变得这么好。说实在的，我今天对你确实是很失望。我那是因为曲恒是你男朋友是吧？谁说的？你神经病啊！我当然知道曲恒怎么会喜欢你。我很差吗？真的是太差了。神经病！明明就是在调戏我，是在侮辱我。幸好刚才没有亲，要是亲到了，那我不就……你给我把我！
分钟以后在公司开会。你，喂，神经病！进来。许恒，听说傅一泽来过了，他们同意合作了。不过，他们要求我们提前注资。提前？什么时候？最好是现在。走，跟我去见一个人。可可，我们要去见谁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对于傅一泽的要求，你有什么判断吗？顶峰的资金一定是出现了问题。你说的对，也说的不对。什么意思？许恒，你还不明白顶峰的内部关系，等你知道了，你就会懂我的意思了。难道这里面有文章？当然，司建宇要做天都世纪城项目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他在集团内部的影响力。但现在，实际掌握顶峰财务大权的是他的后妈张黎黎。你认为张黎黎会配合他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顶峰不缺钱，但天都项目缺钱？这是必然。我原本以为有私销汉在，张黎黎会投鼠忌器，可没有想到他的胆子竟然这么大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的合作条件就要重新商榷了。不，我要全盘接受他们的条件。为什么？因为司建宇和傅一泽有危机，我们地界才有插手的机会。如果张黎黎把控住天都项目，我们就连插手也没机会了。麻烦你转告可可一下，这个项目只要有我跟建宇在，你们缔结才有赌一把的可能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现在就要马上开始操作。不，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注资的钱不是由我们地界出的。难道？你不是问我要去见谁吗？就是去见这笔钱的主人了。傅伯伯，可可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？副总你好，我叫曲恒，是缔结新任的副总，目前主要负责和顶峰天都项目的合作。你就是那位重新给423地块估值，提出合作方案的曲恒？是我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坐啊！来坐。哎呀，可可，和顶峰的合作还算顺利吧？一切都很顺利，傅伯伯放心。顺利就好啊。一块地呀，到底值多少钱？你们年轻人比我还清楚。我真是老了，看来。傅伯伯，您别这么说。这一泽哥哥呢，他是下重注得厚利，哎，我们都学不来的。你这个丫头啊，就是嘴甜。既然一切顺利，你们应该工作很忙啊，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副总。啊，我们这边是很顺利的，但是一泽哥哥那边好像出了点问题。是顶峰出了问题了吧？怎么，张黎黎不肯出钱是不是？您都知道了。哼，我早就想到了，我早就跟这个臭小子说，离他们私家远一点，他就是不听我的话。来，喝茶喝茶。我想这一泽哥哥肯定是准备了对付张黎黎的后手的，可是这张黎黎动手太早了，他们的时间被打乱了。他留了后手，我也应该能想到，
可是现在这关过不去，他留再多的后手也没有用啊。副董，今天副总来找过我。找你？干嘛？他跟我说条件不变，希望我们加快注资。哦，来，先喝茶。可可的父母在世的时候啊，经常约我们这些老家伙喝茶。我现在啊，一喝茶，就想起他的父母。他爸爸总跟我说呀，这泡茶呀是非常讲究的，必须得用这个煮沸的水才行，老了不行，嫩了也不行，泡出的茶的味道那根本是不一样的。我想啊，这跟投资一样，投早了不行，投晚了呢也不行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傅伯伯说的有道理。给鼎峰投资的时间表啊，也是一个道理，投早了不行，投晚了也不行。哎，你们千万不要让我那个臭小子带到沟里上他的当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副董不会答应？其实鼎峰的问题，说到底就是张丽丽和司建宇的矛盾，和傅一泽没有太大关系。所以就算天都项目易主，傅一泽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。可是就算傅一泽没有损失，但是缔结如果无法插手天都项目，那么剧院一定会受到影响。也许在他眼里，和张丽丽合作会比和司建宇合作更加有利。什么意思？他随时可以把投入给我们的钱转投给鼎峰集团。如果张丽丽拿到天都项目，她一定会需要大量而迅速的资金。那个时候，她给出的价格肯定会比现在更低。是。所以看上去是伙伴，背地里却是毒蛇。而在谈判桌上看似对立的双方，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利益伙伴。这一次的见面，那副董，说起茶，我家就是种茶的。我父亲小的时候也跟我说过一些道理，不知道能否跟您交流一下。你说，我听。其实也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，相信你也知道，这春茶分明前茶和雨前茶，不知道您喜欢喝哪一种？我都喝，还都不错。这两种茶是按采摘时间而分的，明前茶是清明前采摘的，受虫害的青咬比较少，而且茶叶细嫩；而雨前茶是谷雨前采摘的，由于采摘时候阳光比较足，所以茶叶生长比较快，而且里边的内含物也比较多，所以泡出来的茶比较耐泡，而且味道浓一些。这两种茶相比较，明前茶嫩，雨前茶鲜。你说的是跟投资一样，不同的时间投会产生不同的效果，是不是？没错。现在在我看来，天都项目就像这茶树，现在是明前。如果现在采摘的话，没有虫害，而且泡出来的茶叶嫩。可是，如果过了清明，到了谷雨，虽然内含物多一些，可是这多出来的内含物是有利还是有害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我觉得明前茶更容易入喉，而雨前茶就多了少许的变味儿。您觉得呢？不过这明前茶可比雨前茶贵呀。副董，明前茶贵如金，我觉得有道理的贵，不叫贵，叫值。你说的不错，未来呀，
有太多不可知的因素，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值的买回来呢？那傅伯伯，这提前注资的事情，这样，你先做个计划，我跟巨野那边打个招呼。谢谢傅伯伯。不要谢我，要谢啊，你得谢这个卖茶叶的副总。凌云已经1天没有接我的电话，看来真的生了很大的气。我今天一定要跟他说清楚。进来。志涵，可可，副董找我有事儿。当然是犒劳你了。昨天晚上就想请你吃饭，好表彰你在傅天林那边的优秀表现，结果一下班你人就没了。怎么，今天又想逃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去不了。怎么，约了人吗？我昨天惹了一个好朋友生气，我今天要去给他道歉。是个女孩子吗？嗯。那明天再道歉不行吗？不行，我怕我忍不了。那好，下次吧。哎。司总，哎，公司这么多员工，工作那么多年，都没进过这间屋子。你倒好，刚来公司不久就来了2次。那得看跟了什么领导啊。别抱怨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带你吃大餐。我工作还没有做完呢。我以集团副总经理的身份命令你，现在下班，跟我走。那算加班。走了。快点！去哪？我知道一家法国餐厅不错，带你去尝尝。不爱吃吗？你看着我干嘛？我在想。你为什么天天穿西装？你不会从小到大都穿西装吧？你是在嘲笑我吗？不如今天我请客吧。你请客？吃什么呀？吃大餐。好啊。怎么样？来过这儿吗？我说让你别穿西装吧，你不觉得你穿上西装来这儿特别不合适吗？不是，我们到底要吃什么呀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，跟我来。老板，来盘臭豆腐，多放点辣啊。怎么样？吃过没有？什么味儿啊？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我保证你吃过之后绝对忘不了它。谢谢啊！哎，谢谢阿姨。来，尝一个吧，可好吃了。尝一个。能吃吗？这有什么不能吃的？人生呢，总得多尝试尝试。要不我喂你？哎，不，我自己来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可喜欢吃这个了。好吃哦！你至于吗？怎么？好吃吗？好吃吧？
再来一个。嗯，你慢慢吃，我给阿姨钱。阿姨，谢谢啊。走，带你去个新地方。哇，好香啊！不是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没见过吧？这叫蚕蛹，来尝一个。哎，这个我真不吃。怕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吃过法国蜗牛吧？这比法国蜗牛要干净多了，真的，又脆又香，赶紧吃一个。你不吃你就不是男人啊！吃吧，可好吃了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再吃一个。你尝尝。我经常吃呢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好吃吧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其实我觉得比餐厅的好吃，特别是那个蚕蛹。好吃吧？真的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吧，那我改天给你弄个10斤8斤的。哎，饶了我吧。来，干一杯。哎，谢谢。李月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和张总的事情把你给扯进来。没事儿，但是你们俩到底怎么了？妈妈，我手流血了。没事，流一下就好了。那我手怎么好啊？流干了就好了。吵死了！吵死了！一边玩去。算了，不说那些了。对了，你妈妈对你好吗？当然好了，谁的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啊？这是天性。思总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你小时候肯定受过什么委屈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不如说给我听听。我的大学心理学教授说过，人在有委屈的时候说出来，心里会舒服很多。还是不用了吧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不信来勾。你会保密？当然了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说吧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离开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了，再去凌云最爱吃的那家大排档买2盘菜，他肯定就会听我解释了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抛弃我，他又在哪？思总，别太难。
我花了那么多心思给他做他喜欢吃的点心，他一定会感受到我的心意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那姑娘跟曲鹏干嘛呀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来，好了好了，你找我来，不会就是让我看你喝酒吧？一句话都不说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不就是他没原谅你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既然你不说话，唱歌去。好。别动！别管。不许报警！快，强子上啊！咦，那好像是可可的车。周总，怎么了？你进去看一下。是。住手！别给我住手！你们没事吧？全，肯定不是，他受伤了，怎么办？没事，放心吧。全，那个手受伤了，怎么办？没事。住手！阿伟，周董，周董，你没事吧？这些人是你叫的？不是啊，不是我叫的。
你受伤了？没事儿。曲恒呢？里面缝针呢。缝针？你不要担心啊，医生说缝几针就好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周志超找人来砸酒吧，打起来了。这个周志超，哎，那还有个擦屁股的呢。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所有的医药费和误工费，我们全部都会承担的。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。怎么又是你？陈小姐，我现在没有精神跟你吵架，请你让开。你以为我想跟你吵架吗？那最好了，那你就赶紧让开，我还要给伤者赔偿呢。赔偿，就知道赔偿。你能不能管管你那个哥哥？我的家事就不烦你操心了。你的家事我当然不用操心，但是今天伤害了我的朋友，我就一定要管。好啊，那我告诉你地址，你自己去找他。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家人，才会有你那样的败类哥哥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啊？我看到的还不够吗？凌云，周小姐不知情的，她还替曲恒挨了打呢。什么呀？明明就是他哥哥带来的人先动的手。哎，凌云，曲恒出来了。凌云，曲恒，你怎么样？曲恒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看哪里缝针了。没事，受了点小伤。干什么跟人家打架呀？怎么，真的没事吗？说了没事。原来，你惹生气的那个女孩是她。